不是，我是怕他看到家乡的水果，思念家人。哦，是我思虑不周了。韩少君孤身一人待在花园，他心里一定不好受。给你。顽皮。那。再来。再来。哎，你胳膊怎么样了？胳膊啊，早没事了，韩硕给我治好。那就好。这是刚刚从玄虎城运来的时令水果，我拿来给你尝尝鲜。那我得赶紧吃，可别让韩硕给看见。我让下人再给韩少君送一份。不是，我是怕他看到家乡的水果，思念家人。哦，是我思虑不周了。韩少君孤身一人待在花园，他心里一定不好受。那应该没有，他心里只想着龙骨。你早些歇息，过几日我再来看你。好。少君，三公主，我刚才看到韩少君离开，好像有点不太开心。完了，他不会都听到了？那肯定吃醋了呗。哎，想当初啊，你摔断胳膊、摔断腿的时候，都没见裴思觉来看我过。哦，你现在只不过是小小的脱臼，哈。那是师生情谊，师生情谊。杀了三公主，城主必定拿出龙骨相救。哎，你说，韩硕现在住在我们府里，也就是我们府上的人，我们是不是得让他感受一下家的温暖？三公主，你的意思是给他操办一次生辰，怎么样？少君的生辰是上等的机密，我们从何而知？你不懂，韩硕哪天出生，五行八字、星座、血型，我比他妈都清楚。